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财神爷来报道。先来看滬林一个老乡亲，中奖减看一个零，100万差一点就飞去。这个老乡亲刮刮乐扣到100万，但是目睭花看做10万，摕去甲头家换，偏偏顾店的嘛是老伙仔人嘛减看一个零，所以干那互这个老乡亲领10万块。一直到头家仔看到才发现讲是着100万呢，但是上网找人拢找无，是尾啊这个老乡亲过来买彩券，去互头家认出来，这个代志才总算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啊，因为唔哪讲100，叫拢10万。刮刮乐100万得主现实彩券行，大家拢真欢喜，因为得主彩点啊得甲100万大奖小相心。当时扣到100万奖金的阿伯目睭花以为家己就着10万块，到这彩券行对换时阵，顾店的2个嘛是老人，拢减看一个零，还丢手换10万块给阿伯。伊就是显示安尼，我只是说恭喜中奖而已啦。原来超过一定金额奖项机器只显示得奖，未有金额，以免泄露大奖的得主，所以伫到家店家后生看到这张刮刮乐的时阵，才发现是100万，不是10万。我要叫伊讲，看讲安尼怠慢，安尼无共款。店家赶紧找人，虽然是熟悉人客，不过店家唔知伊住伫倒位，赶紧上网找人。伊家己转来，搁转来捧场了后，阮拢是我讲安尼啊。好佳早阿伯伊家己出现啦，因为伊搁倒转来捧场，店家才甲伊讲，顶一张刮刮乐是着100万。阿伯伊家己嘛感觉真意外，扣除税金了后，还阁会使摕70多万，伊非常欢喜，笑眯眯。